大家好啊，我係灣區李白。咁今日帶大家睇嘅係呢個位於廣州南沙區嘅慶城板塊當中嘅最大一個安置型小區啊。咁我背後嘅呢一塊就係呢個安置型小區。咁喺睇呢度之前呢，我就幫大家介紹下周邊嘅情況先。講到南沙最得閒又有奔頭嘅板塊，慶城加東涌特色小鎮呢對黃金搭檔必須四圍出動。一邊係南沙方案先行啟動區嘅科創爆發力，一邊係嶺南水鄉嘅慢生活韻味。慶城有華為研發中心、廣科大等科創平台坐鎮，前後230幾間高新企業紮堆，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產業高速發展。東涌仲加碼珠寶特色產業。新鴻基 TOD 綜合體南沙開建創新中心綜合體正在同步推進。東涌裏依家升級改造學更加係免費開放，青磚黛瓦配烏篷船，非遺美食同埋文創小店隨手就可以打卡。廣科大廣州校區民心港人子弟學校已經開學，除咗既有嘅教育配套，仲有多間規劃中嘅9年一貫制學校。廣深港高鐵35分鐘就可以到香港西九龍，21分鐘就到深圳。地鐵4號線更加已經開通咗啦，22號線就正在規劃中。東涌鎮內路網四通八達，1個鐘就可以連動到珠江西岸。